係今日嘅新聞重點。許仕仁同新地高層涉及嘅貪污案，預計宣讀開案陳詞需要3日時間。取消泰國同越南旅行團，影響到旅行社營業額大幅下跌近1成。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到6·4事件，佢話自由必須要一代一代努力爭取。詳細嘅新聞內容。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同新地高層涉及嘅貪污案，陪審團今朝早完成宣誓，控方代表預計需要最少3日宣讀開案陳詞。羅文麗報導。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同郭炳聯、新地執行董事陳巨源先後抵達法院應訊。法院星期3選出嘅6女3男陪審團喺朝早進行宣誓。主審法官麥基智叮囑陪審員必須要依據庭入面所聽取嘅證供，公平公正作出裁決。喺案件審訊期間，唔好閱讀同案件有關嘅傳媒報導，亦都唔應該同人哋討論案情，包括屋企人同埋朋友。根據程序，會先由代表控方嘅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 宣讀開案陳詞，估計需要3至4日。5名被告共被控8項控罪，包括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同埋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許仕仁全部牽涉在內。亞洲電視記者羅文麗報導。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話：取消泰國同越南嘅旅行團，影響到本港嘅旅行社，整體營業額較舊年同期大幅下跌近1成。議會喺下星期3會同業界開會，討論幾時恢復出團。邱正文報導。董耀中話：取消前往泰國同越南嘅旅行團，直到今個月16號，令到本港旅行社5月份嘅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跌9%，但係仍然對暑期出團情況樂觀。如果泰國真係紅色旅遊警示繼續維持落去，亦係暫時係取消，一路延遲到呢個暑假呢，咁我諗佢哋會揀呢就係好價錢好接近嘅，咁啊台灣同韓國呢係會最受惠嘅。我估計台灣同韓國呢個升幅會達到2成。旅遊業議會下個星期3會同旅行社開會討論係唔係恢復出團去泰國同越南。對於內地有調查話26%內地旅客無意嚟香港旅遊嘅原因係怕被港人歧視，咁董耀中認為呢個係對香港旅遊業嘅警號。我諗香港一路俾人嘅感覺呢係好歡迎旅客，我哋從嚟唔歧視任何人，世界各地嘅人士嚟香港我哋都歡迎嘅。咁而家變咗對我哋同胞有咁嘅做法咧，我覺得係好差咯。咁當然啦，我哋知道好多嘢做咗，傷害咗，你係好難去改嘅。佢話：自由行對本港經濟有重大貢獻，絕對唔能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佢又批評一啲反自由行嘅行為，亦都會影響其他地區旅客對香港嘅形象。亞洲電視記者邱正文報導。6四25週年嘅維園燭光晚會，支聯會話有18萬人出席。主席李卓人認為反映大家仍然關心6四，不過內地仍然大力打壓，內地維權人士亦都曾經被警告唔好出席6四紀念活動。江川報導。6四25週年，維園遍地燭光，坐滿咗全部嘅足球場。主席李卓人認為18萬人出席晚會，反映仍然有好多人關心。但係今年有多位嘅民運人士未能夠來港參與集會，亦都冇天安門母親嘅錄音講話，李卓人感到可惜。我哋打電話去錄音呢，就每一次打親電話去呢都 cut，變咗呢就全部都係唔可以做到一個錄音嘅講話，咁所以呢，就變成得係只有遙遙咁係祝福佢哋。而出席晚會嘅內地維權人士滕彪就表示，1個星期之前曾經被警告唔好去任何6四紀念活動。其實也怕，因為最近抓嘅維權人士太多了，降低了抓捕的這個門檻。那所以按照這個標準呢，我肯定就是已經肯定是在他名單上，絕對是要抓我。佢又話係首次參加咁大型嘅政治集會，感謝香港嘅市民25年嚟仍然追求6四嘅真相，日後會繼續堅持維權嘅工作。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
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到6·4事件，話多年坦克粉碎和平民主運動，要得到自由並非理所當然，必須要一代一代嘅延續落去，努力爭取。孫少勤報導。奧巴馬喺波蘭嘅首都華沙出席波蘭推翻共黨政權25週年紀念活動。佢發表演說嘅時候提到6·4事件，話25年前嘅6月4號，波蘭人民舉行民主選舉，透過投票推翻共產政權。但喺同一日，北京嘅天安門廣場自由民主嘅訴求就被粉碎。The story of this nation reminds us that freedom is not guaranteed. And history cautions us to never take progress for granted. On the same day, 25 years ago, that Poles were voting here, tanks were crushing peaceful democracy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must be earned and renewed by every generation, including our own. 而美國國務卿克里亦發表聲明，呼籲北京正視歷史傷口，釋放民運人士，履行承諾，保障人民嘅基本自由。而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早前作出回應，話關於上個世紀80年代末喺中國發生嘅政治風波同埋相關嘅問題，中國政府早有結論，要求美國尊重中國嘅司法主權，唔好喺涉及中國嘅內政問題上說三道四。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七國集團高峰會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各國嘅領袖喺晚宴之後發表聲明，表示擔憂中國同亞洲鄰國因為南海主權爭議關係轉趨緊張，並且警告要避免動武。吳文軒報導。七大工業國領袖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德國總理默克爾等抵達布魯塞爾出席1連2日嘅峰會。首日工作晚宴結束之後，各國領袖發表聲明，話深切關注東海同南海嘅緊張局勢，但反對任何一方以威嚇或者武力宣稱擁有國土同海洋嘅主權。對於烏克蘭問題，各國領袖表明，如果俄羅斯繼續干預，就會對莫斯科實施進一步嘅制裁。今次係自2002年俄羅斯成為集團正式成員以嚟，首次被排除喺集團峰會之外。外界認為七國係因應烏克蘭危機採取行動，孤立俄羅斯。西方國家繼續對烏克蘭表示支持。奧巴馬早前喺波蘭公開表態，支持烏克蘭候任總統波羅申科，承諾會提供額外嘅軍事支援，協助訓練軍事人員，加強打擊當地嘅親俄力量。亞洲電視記者吳文軒報導。返嚟本港，10幾個爭取保障基層權益團體嘅代表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請願，要求政府改善綜援制度。請願嘅人士拉起橫額，高叫口號，要求政府改善綜援制度同學費減免計劃，降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嘅門檻。張建宗接過請願信之後話，當局一直同基層團體保持溝通，高度關注貧窮嘅問題，希望喺立法會拉布完結之後，能夠盡快發放綜援雙糧。政府正係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公眾，我哋會1連6日報導。今日先睇下建議方案之一係向內地南方電網買電，不過供電穩定性就受到本港多個團體同兩電質疑。南方電網首次接受本港傳媒專訪時候強調，將來供電比本港嘅電網符合國際標準，不過亦都承認，即使深圳停電情況亦都較本港嚴重。駐廣州記者文曉康報導。作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本港嘅供電穩定性近年一直維持喺接近100%嘅水平。政府建議向南方電網買入本港30%嘅用電量，穩定性可唔可以保持，最受關注。兩電就表明現階段唔建議向南網買電。由我哋香港能夠做到99.91分鐘，等於冇故障嘅環境，去到一個月咧，平均咧有成16分鐘嘅故障啦，係一件大事，係一個倒退。南方電網國際部主任龐曉剛接受本台專訪嘅時候，拒絕評論呢種倒退嘅講法。不過佢話，電能實業主席霍建寧引用嘅數據
唔適合本港參考。他可能也沒有去細的去考慮這方面的內容吧。從整個南方電網來說呢，就是它有呢整個覆蓋面積是100萬平方公里，它有5個省區，它有城市，但是有更多的是鄉村。把這麼大的一個體量呢，跟香港一個繁榮的大都市直接相比呢，確實是它沒有可比性。南方電網引用深圳做比較，舊年平均停電33分鐘，商業區就少過9分鐘。不過相比本港兩電，每年分別停電2.3分鐘同埋少過1分鐘，仍然高出幾倍。其中 CBD 地區的這個客戶停電的年平均停電時間是8.6分鐘，這個數據應該說已經很接近中電的水平了。當然還有差距，我們還要向香港的同行們學習。佢表示，將來供港嘅電網同供應內地嘅電網電壓等級並唔相同，唔可以就咁推斷日後供港嘅穩定性。佢強調連接香港嘅電網會符合國際標準，但係就唔肯估計南網供電之後，本港每年會停電幾耐。香港的供電可靠性實際上還是取決於我們的香港同行中電、港燈的這個他們的管理水平，而南方電網並不參與到這個香港內部的電網的運行和管理。所以你們有信心就是不會有那個電力故障？它電力故障是會有，但是它的電力故障呢，它譬如說某一條線路的故障，它會有其他線路的補償，還有香港內部有一些備用的容量。龐曉剛又話可以透過合約定明香港可獲優先供電，確保內地嘅用電高峰期唔會影響本港嘅供電。南方電網話，到2023年，本港3成嘅用電只係佔佢哋總發電量嘅大約1%，認為絕對有能力向香港供電。又強調最終供電與否，決定權喺香港政府同埋市民手上，南網嘅角色被動。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文喬康報導。另外，香港核學會就提出第3個能源方案，建議由內地輸入核電。核學會認為政府提出向內地電網買電，不過內地供電網唔穩定，而且成本同環保表現唔理想，建議由內地核電站購買30%嘅香港所需電力。當內地電網有停電事故，核電站可以透過專線將電力輸港，保持供電嘅穩定性。團體又認為核電係相對低排放嘅能源，可以減低對環境嘅影響。轉睇下，立法會繼續討論修訂婚姻條例，容許完成完整變性手術嘅人士可以註冊結婚。有立法會議員同精神科醫生就質疑，如果跨性別人士未完成完整嘅變性手術，會造成生活不便，甚至引起逆向歧視。有議員批評，要求跨性別人士完成手術先可以結婚，等同向佢哋施加酷刑。終審法院舊年裁定婚姻條例違憲，變性人 W 小姐有權結婚。政府需要喺下個月16號之前修訂法例，落實裁決。國際方面，敍利亞大選總統巴沙爾一如所料，以接近90%嘅得票率再度連任，未來7年會繼續管治國家。反對派表明唔承認選舉結果，美國就形容選舉根本冇意義。葉啟聰報導。敍利亞大選喺一片爭議聲之中有咗結果，國會議長宣布巴沙爾嘅得票率達到壓倒性嘅8%，遙遙拋離其他2個對手，會喺下月中展開第3個總統任期。巴沙爾報捷傳出之後，大批佢嘅支持者湧到大馬士革街頭慶祝。敍利亞一直聲稱今次差額選舉有足夠嘅認受性，最高憲法法院以選舉有73%投票率作為例證，但反對派同西方重申，選舉只係喺政府掌控嘅地區進行，無法全面反映民意，表明唔會承認結果。而正喺黎巴嫩訪問嘅美國國務卿克里指，數以百萬計嘅敍利亞人民都冇投票權，批評選舉冇意義，將會繼續支持溫和反對派同敍利亞政府抗衡。至於上月聯合國向敍利亞政府同埋反對派